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甲交通部长王国材等人昨昏去基隆港视察，对疫情了后观光的复苏，陈文灿讲伊是真有信心，而且讲今年希望会当达到600万人次的目标。不过学者就建议讲，游客落船了后，相关的游览甲消费，这配套嘛是爱规划好势。不少国际观光客坐游览船去基隆港靠岸，落船看台湾宝岛的风景。不过最近这3年，世界邮轮整体市场在疫情期间衰退83.8%，加上台湾边境解放的时间较慢，从去年10月到今，游客数量有大大增加。行政院副院长早起去基隆港视察，讲对观光业有信心。因为5月24号到达200万人次，7月21号就到达300万人次，所以我们预估下半年一定可以达成600万人次的目标。礼拜基隆港有停2架大型的观光游览船，包括地中海鹰耀号、高时代沙伦纳号，总计上济会当载6800多人。不过旅客落船了后，除了会当去台北市区甲北海岸耍一天，有一半的人拢选择留伫基隆。要安怎做好观光的配套，增加游客落船了后的消费，真做爱思考的问题。地方政府对于邮轮客的一些友善服务设施，包括资讯提供，包括交通的接驳，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国际港口，对于这种所谓短程，也就是我们讲的计程车的一个服务行为，都会给予训练与建议。基隆港务公司观察，疫情了后，较车花、较探险型的邮轮比例有增加，挂港甲靠港的旅客比例嘛有加悬，对在地观光经济有帮助。学者建议，当地政府对客运车招人客，拢爱适度做客早甲协调，互观光客对来台湾佚佗有更较好的体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